失戀之後，麥兜決定要振作，去健身室改變自己。佢報咗名，第一次上堂，健身室教練就問佢啦：你有冇目標啊？麥兜就拍咗心口就講啦：有，我要變得更好。等麥麥有一日見到我嘅時候，佢會後悔。教練就講啦：好，咁我哋開始啦。第一日操練，麥兜就做咗深蹲，隻腳震到好似紅豆冰咁。第二日就舉啞鈴，隻手拍 video 呢就好似有濾鏡咁蒙晒。第三日跑步，心跳快到好似失戀嗰陣收到麥麥嘅信息咁。一星期後，教練就問佢：開始習慣未啊？覺得自己有冇進步啊？麥兜抹咗啲汗，認真咁講：都係差唔多啦。而家我隻腳仲震緊啊，隻手又好似癱咗咁，跑步又喘氣喘得好犀利，仲未變得更好啊。教練就講啦：唔係啊，你都改變咗好多啊，你幽默咗咯。